还没吃呢。有事吗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请你一块吃个午饭，顺便跟你说说美术大赛的事儿。这两天我有特别多的想法，大家沟通一下。你可别误会，完全不是美术大赛的事儿。你觉着不方便啊？那咱就改天。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我约了钟老师，一起来。好啊，走。哎呦喂，钟老师跟廖老师约会了，太巧了。莫他，你这人怎么那么讨厌呢？店员，你误会了。慢慢吃。何老师，有钱付账吗？看得出来，大家对这次的考试都非常的认真。所以我不多说废话，一排同学拿好卷子，顺着来，报告。叶玉虎，我早都给大家说过，可以不会，但是不可以偷，不可以抄。叶玉虎，来，老师看看你下面放的什么东西。廖老师，这明明是一张草稿纸啊！以自己的实力做题，才是真正的男子汉。继续。李玉忠，这次怎么解释啊？廖老师，不就是张白纸吗？我怎么作弊啊？没有，继续。对不到决定，认为我们钱的帮我。这次啊，我们不仅要考出好成绩，还要摧毁这监考的信心，要两者兼得，可不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一张写满文字的纸。我戴隐形眼镜，不好看不出来。哎，那隐形眼镜呢？我去，太狠了吧！停！时间到，周一排同学，请把卷子收起来。